超聲波咧係比較一個相宜嘅一個即係影像嘅檢測啦。佢係可以係即時睇到嗰個內在嘅器官嘅情況嘅，包括咗個器官嘅形狀啦，有冇變化啦，有冇生一啲可能水囊啊或者腫瘤啊諸如此類，亦都可以即時睇到。咁亦都係做到一個動態嘅影像。咁譬如有啲情況係需要到睇，譬如可能一啲筋腱有冇撕裂啊，咁都有機會可以用超聲波嚟睇嘅。咁我哋而家喺化驗所經常會做嘅超聲波嘅部分咧，包括咗上腹嘅各個器官啦，例如肝、膽、脾、胰、腎臟。另外下腹有膀胱、子宮、卵巢同埋前列腺。咁另外仲有胸部啦、頸嘅動脈啦，或者係甲狀腺，我哋都係經常會接到一啲 case 翻嚟，係幫佢哋做一啲超聲波檢查，會睇下佢嗰啲器官嘅情況係咪正常啦，外觀有冇變到啊，或者係會唔會譬如脂肪肝，亦都可以由呢個超聲波影像裡面睇到啊。超聲波咧係比較一個相宜嘅一個即係影像嘅檢測啦。佢係可以係即時睇到嗰個內在嘅器官嘅情況嘅，包括咗個器官嘅形狀啦，有冇變化啦，有冇生一啲可能水囊啊或者腫瘤啊諸如此類，亦都可以即時睇到。咁亦都係做到一個動態嘅影像。咁譬如有啲情況係需要到睇，譬如可能一啲筋腱有冇撕裂啊，咁都有機會可以用超聲波嚟睇嘅。咁我哋而家喺化驗所經常會做嘅超聲波嘅部分咧，包括咗上腹嘅各個器官啦，例如肝、膽、脾、胰、腎臟。另外下腹有膀胱、子宮、卵巢同埋前列腺。咁另外仲有胸部啦、頸嘅動脈啦，或者係甲狀腺，我哋都係經常會接到一啲 case 翻嚟，係幫佢哋做一啲超聲波檢查，會睇下佢嗰啲器官嘅情況係咪正常啦，外觀有冇變到啊，或者係會唔會譬如脂肪肝，亦都可以由呢個超聲波影像裡面睇到啊。